再来看这美国总统川普是来签行政命令，要来撤销叙利亚制裁方案，希望讲这个国家会当重建经济。即马就连以色列外长嘛表示讲有兴趣甲叙利亚参黎巴嫩来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也毋过目前对这戈兰高地主权也是未上量的。 美国总统川普30正式撤销对叙利亚从1979年以来大部分的制裁，这个举动是让叙利亚甲西方国家走向关系正常化重要一步。川普伫5月14日访问沙烏地阿拉伯的首都利雅得，甲叙利亚临时总统夏拉见面的时阵，头一届表态讲会解除对叙利亚大部分的制裁，让叙利亚一个新的发展的机会。 This is in an effort to promote and support the country's path to stability and peace. The order will remove sanctions on Syria while maintaining sanctions on the former President Assad, his associates, human rights abusers, drug traffickers, persons linked to chemical weapons activities, ISIS and their affiliates, and Iranian proxies. 叙利亚外交部长史巴尼表示，美国会安尼做，对叙利亚来讲是真关键。双方的关系即嘛有进展，外资重新搁转来。 叙利亚最近才透过国际银行系统进行从2011年陷入内战以来头一届电子的转销。阿塞德政权倒台了后，以色列嘛伫咧叙利亚这边看到机会，原地持续对叙利亚境内的军事目标进行空袭，而且对夏拉英国因为甲基地组织介入有关联，所以有疑虑。伫30的时阵，以色列的态度有所转变。We have an interest in adding countries such as Syria and Lebanon, our neighbors. To the circle of peace and normalization, while safeguarding Israel's essential and security interests. Israel applied its law to the Golan Heights over 40 years ago. In any peace agreement, the Golan will remain part of the state of Israel. 目前国际上大部分的国家承认戈兰高地是属于叙利亚，不过美国2019年宣布支持以色列对戈兰高地主权，实际上大部分是去由以色列控制。另外，以色列当积极寻求扩大外交正常化，头一届对叙利亚甲黎巴嫩提出这么大的善意。现在即马扩大阿佩拉罕协议，互看作是伊想要中正中东地缘政治一个真大的动作。叙利亚甲黎巴嫩若加入，就代表以色列甲叙利亚长久以来头一届关系真正有转好。 可能会互区域安全、经济甲外交的结果重新洗牌。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